今日啦開始咧，即係見到個勢扭翻轉頭啦喎。咁啊，其他主要貨幣咧，咁啊喺對美元嚟講咧都係偏軟，美元咧就有少少反彈嘅跡象。咁啊，究竟咧即係點解咧？咁啊，我哋呢個時候咧即刻請教專家意見啦。呢位朋友咧就係嚟自福匯亞洲分析研究部貨幣策略員啊梁啟俊啊，你好啊！係 Jacob， 你好，係啊 Jacob， Jacob 你好 Jacob， 咁啊，我哋一齊講下個市啦。睇翻今日咧，美元就呢個少少反彈啦，咁啊亦都即係壓住其他主要嘅貨幣啦。咁啊，尤其是咧即係美元嘅走勢啊，咁啊上個禮拜大部分時間咧就俾人撳住嚟打，最主要係因為咧市場對於話美聯儲咧即係呢個加息嘅預期咧就細過其他國家。咁啊上個禮拜澳洲加息啊嘛，咁你點睇而家美元嘅走勢啊？嗱，其實美元嘅走勢嚟講咧，啱啱喺美匯指數嗰個技術位咧，仍然都係穿唔到啊！我哋見到上個禮拜咧，其實一度下試到穿到76呢個關口啦，但係而家咧，我哋見翻就最近嘅走勢都係收翻喺76嘅樓上嘅。咁如果你話76真係關口守即係實仲係守得住嘅話咧，但唔排除咧美匯指數呢幾日咧都會行一個叫下降三角嘅形態嘅嚇。76暫時好似見到一個少少雙底啦，但係上方嚟講呢個下降位都幾明顯啊！咁預計嚟講咧，今個禮拜其實重要數據唔多，都主要可能圍繞周中個美聯儲嘅會議記錄啦嚇。咁你話數據唔多之下咧，其實相信呢個禮拜都可能盤一盤整先。咁啊，美元未至於咁弱，因為主要嚟講咧就係話太多傳言啊，都係央行覺得唔掂啦，真係要干預即係托嘅美金。咁變咗喺沽美金之餘嘅投資者嚟講咧，都有個顧慮喺度咯。咁啊，另外 Jacob 想問翻啦，咁啊，其實上個禮拜五咧，伯南克就出嚟咧出口術啦，咁啊，其實咧暗示咗啦，其實聯儲局咧可能有準備咗個退市機制㗎啦，咁啊，所以咧個美匯咧見到就彈翻上嚟，咁彈起啦嗱，彈翻上嚟就學你話齋啦，呢個純粹係咪即係都係一個假反彈嚟嘅咧？即係後市都仍然係要穿一穿即係76嗰啲位咧。其實呢個機會我自己個人睇法都大，因為始終你話出口術都唔係第一次㗎啦，事實上佢都講咗無數咁多次嘅，而且真係確實講翻話炒佢加息又好點都好，呢個可能真係唔大，因為始終我哋睇翻美國近來嘅數據嚟講，唔似話譬如話澳洲之前咁強勁啦，甚至乎連佢鄰國加拿大都照出得唔錯，未至話一個好急速嘅好轉，但係即係總體嚟講，佢始終美國數據都係不振咧，佢加息會影響到好深，同埋我哋睇翻近嚟嗰30年期嘅國際拍賣啊，其實佢拍賣得唔係咁好啊。如果佢再貿然加息嘅話咧，其實佢嘅孳息會再抽高咧，就影響我哋所謂按揭嘅息率嘅。咁你話即係始終樓市方面都係美國方面嘅主要命脈之一啦。咁樣即係有少少輕微嘅即係要打壓咧，其實對整體經濟都唔係咁好。所以其實以美國嘅角度嚟講咧，都係拖得就拖啦，千祈即係唔好話咁快加息咯嚇。咁啊講開即係美國狀況啦，睇翻上個禮拜咧拍賣政府債券嗰方面咧個成績咧就比較強差人意啦。咁啊所以咧就令到大家覺得咦美元後市個信心都有啲危危乎。咁其實而家咧就官員出嚟講翻早上個禮拜我哋言論就係話仲係撐美元嘅，要強美元。不過咧睇翻外電講啦，奧巴馬咧亦都即係話喺必要嘅時候咧，亦都可以即係抵受得到咧即係弱美元嘅一段短時間。咁嗱而家好似改咗口風喎，係咪真係有變呢？其實係嘅，因為睇翻即係始終咧，我相信好多外國嘅央行都識諗㗎啦。其實預計美金都係要跌嘅，只不過就係話究竟會唔會一個急跌？因為我哋自己睇翻美匯指數，其實去到70啊71，其實嗰陣時都冇人話美元即係太過弱啊等嘅情況。反而如果去到76都已經開始出聲嘅話，只不過係因為外國越嚟越多揸呢個美國國債，先至有出聲嘅情況。你話其實只要我相信外國央行心裏有數㗎啦，只要美匯指數唔係話即係個急試翻到70嘅話咧，其實都仍然可以接受嘅，包括中國啦，我相信。咁另外 Jacob 我一定要請教埋你隻鎊啊！嗱，隻鎊咧今朝早咧都叫做即係叫做平平穩穩啦喺亞洲市嘅時段，但係歐洲市一開咗市咧表現相當之差啊！咁啊對一籃子貨幣咧跌到77.6啦，咁呢個4個月以嚟嘅低位，咁啊如果對翻即係美元嚟講咧，亦都跌穿咗1.58嘅水平啊！嗱，其實咧就消息暫時就冇乜，主要係琴日白高敦咧就講咗話嚟緊計劃賣30億嘅即係嗰個英鎊嘅資產。其實點解英鎊咧即係嗰個勢咧，始終個比較波動，睇佢個日均波幅咧都相當之大下喎。係啊，其實睇英鎊咧，基本上我哋可以形容為咧，即係冇秩序嘅下跌啦嚇。因為睇翻英鎊根本就其實今日非美貨幣嚴格嚟講都冇乜點波動嘅，係佢自己一個比較急速嘅滑落啦，而且個滑落嘅幅度比較多。咁其實我相信咧，其實英鎊未來嘅走勢都唔會話太好。事實上你話白高敦有個出售資產嘅情況喺度，其實應該影響大市都唔係太多，30億
始終對於匯市嘅普通交易量嚟講，只係微不足道啦。咁我諗相信其實未來英鎊咧，如果即係一穿1.57嘅話咧，都要下調1.55呢個關口，就係即係可能時講緊可能3條 A 被下調啦，呢個評級嚟講嘅低位1.5，如果都守唔住嘅話，就真係睇到1.5。我諗現時嚟講咧對於英鎊我諗投資嘅角度就冇乜㗎啦，純粹都係炒賣嘅角度比較大啲。咁我諗其實技術面又比較即係我哋可以話即係冇乜點樣能夠睇得到，而基本面咧事實上嗱。近來嘅 PPI 咧，我哋見到上個禮拜出嚟都唔錯㗎。其實通脹有壓力咧，預期佢要收緊翻財政嗰個貨幣政策嘅。但係見到又冇乜支持，央行亦都冇發表啲咩負面嘅消息出嚟咧，話覺得英鎊過高啦。其實完全對樂觀嘅消息咧冇反應㗎，反而就係話對啲少少負面啊或者觸動到神經嘅咧就已經下跌啦。我諗相信未來咧對於英鎊都係以沽為主啦但係都係。記緊係一個炒賣角度，就真係唔係一個所謂投資角度啦。咁啊，只係匯市咧，而家投機嘅意識都好強下啦。咁嗱，講開即係美元嘅因素咧，即係除咗話呢一個美元反彈之外，咁但係咧後邊咧仲有啲風險因素，就係關乎於個中東油國咧點樣睇呢一個石油同埋美元掛鈎嘅問題。咁有啲言論走咗出嚟咧，就話咦中東油國可能考慮咧，即係再唔用呢個美元做掛鈎嘅單位咁樣。嗱，歷史上面曾經都係話石油係同黃金掛鈎㗎，去到70年代是用美元至掛翻轉頭啫，咁但係而家呢個勢咧，如果萬一即係油國同呢個美元傾唔掂數，即係會點咧？嗱，其實如果真係傾唔掂數，就真係大件事㗎啦。因為你話當然啦，其實你話即係石油方面，如果唔能夠同美元掛鈎，咁美元嗰個所謂儲備地位咧，就會受到好大嘅質疑嘅。咁如果真係傾唔掂數嘅話，其實個美元相信係一個叫恐慌式嘅拋售嘅，所以我諗相信呢個機會暫時嚟講真係唔大，因為始終而家每個國家啦，基本上都有美元資產嘅。咁如果你話咁樣嘅情況，我諗其實第一個話就話有贊成嘅聲音啦，但係相信反對嘅聲音都唔少。我諗呢個拗咧都有排拗㗎啦。我諗傾唔掂數嘅機會都好微嘅。咁我諗即係大家觀望一下啦。嗱，當然短期可能會有影響，但係長線咧始終呢個係真係唔能夠改變啦。咁另外 Jacob 啊，梗係問埋即係 yen 啦。嗱 yen 咧上個禮拜5啦，就喺88嗰啲水位啦。嗱，今朝喺亞洲市咧已經落翻90啦。咁我嗰個即係回落幅度都相當之大。其實主要係咪都係因為個美元強翻嘅因素咧？短期嚟講係咪 yen 咧都會繼續強勢咧？嗱，其實如果你話 yen 嘅話咧，其實第二個啦，除咗英鎊之外咧，又係一個冇秩序嘅下跌嚟嘅，日元之間。見到其實上個禮拜好地都係88.5，都冇咩特別消息就跌翻落嚟。嗱，傳言就係話咧，可能亞洲區咧，或者甚至俄羅斯啦，有干預呢個叫美元坐翻嘅情況啦。其實可能都擔心嘅就係話，如果亞洲區真係可能升值過快嘅時候，嗱，其實韓國都有講過啦。咁我諗其實可能有機會選擇翻會唔會日本都係第二個咧？咁所以其實而家可能個擔心角度比較大啲，同埋都因為今日有少少小道消息啦。就韓國嗰邊咧，既然出一個言論，就係話，日元升值咧對韓國有利咁樣嚇。其實顯示到就係話，其實日元好明顯咧，喺好多人嘅眼中咧，都係升得過急嘅。如果日元升值咁犀利嘅時候咧，其實我哋譬如睇翻中國同埋韓國競爭咁大之下咧，長遠睇過日本經濟都會嚟得比較差啲。所以見到日元咧，唔排除都會反映翻小道消息，又或者干預嘅傳言咧，而走翻弱少少。如果你話真係穿到90.5呢個水位啦，而又都要企得穩嘅話咧，下一步將會望翻92水平㗎。咁所以尤其是喺下方咧，88嗰個位穿極都穿唔到咧，又有少少雙底甚至乎三底嘅情況。咁我諗技術面嚟講咧，仍然都係睇翻日元開始偏淡翻少少啦。咁啊，最後想睇埋你嘅金價睇法啦。嗱，呢個上個禮拜曾經金價一度上揚到1060蚊美金樓上啦。咁喺而家市場上邊咧已經翻1051啦。咁距離呢個相對嘅高位咧又非常之近喎。有冇機會再試穿上一次嘅高位啊？其實絕對有啊，因為我哋睇翻咧，即係商品貨幣嘅升勢其實都幾凌厲嘅，仍然都即係起碼就係回調嘅時候都回調得好少啊。我哋特別睇翻譬如話澳元，當然同紐紙都有回調啦，但係我哋睇翻一隻貨幣就係加紙，係完全冇回調過㗎。見到而家仲係做緊日內嘅高位添嘅，亦都係商品貨幣陸續咁樣追翻落後嘅時候咧，其實金價亦都係即係一來即係炒完 A 就炒完 B 咁樣繼續上市咧，絕對有機會繼續上市去譬如1001蚊呢個水平啲嘅。因為睇翻美金，始終而家你話大家都驚嘅就係話，哇啲貨幣個個都好似唔知點啦非美貨幣又好似升到咁高啦而且你話要美金升翻又好似好難咁樣，其實好多時都會轉向咗一啲商品度啦譬如話嚟緊可能金價啦甚至乎油價都仲有機會挑戰上之前大概74啊75呢啲高位添，所以我諗相信金價嘅升勢嚟講咧應